突發，我俾秋田犬咬。大家唔好俾我個標題嚇親先。其實秋田犬中意咬嘢係佢哋嘅天性，所以今集我就去到秋田犬會館，了解多啲秋田犬性格同歷史。一入到去就已經見到呢個會館嘅店長。一開咗個圍欄呢，佢就即刻衝出嚟，好熱情咁樣咧，對我好好奇啊。其後就開始咬手、咬鞋、咬衫啊。其實係因為秋田犬原本係武士鬥犬同獵犬，講歷史就要追溯翻16世紀，當時由山地狩獵犬同秋田地區嘅土犬交配而得嚟，為咗提升武士鬥志而提供鬥犬作為獎勵之用。去到大正時期就開始沒落，甚至一度面臨滅絕。嗱，性格咧忠心、聰明、獨立、唔愛嬌、領土意識強等等嘅特質，雖然經過長時期環境嘅改變，而家已經可以作為家中飼養，但仍然保留獵性同鬥性。所以養秋田犬嘅時候咧，真係要經過長時間嘅專業訓練。嗱，除咗頭先1樓同2樓展示有關秋田犬歷史、生態同資料，而地下嗰層咧，亦都有周邊商品同紀念品等等嘅。所以當我遇到秋田犬咬我嘅時候，我會咬翻佢。